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讲到啥？中共战狼外交吼，真正是全球拢亚线哈。尤其先来讲到咱台湾真正有关系这个部分吼，是第一份吼，咱讲这个报告啦吼。美国国会授权这个设立的美中关系咨询机构吼，发布上线报告讲啥？美国在台协会吼，就是 AIT， 咱讲台北办事处的这个处长吼，升格会当变作是总统提名，并且呢是需要这个参议核准的这个职位啦吼。另外，咱们要讲到这个世界吼，真正看到中共吼一直咧改变，咱讲国际这个秩序啦吼。那么讲报告特别提醒到这个 Washington DC， 你就要特别来关注讲中国在咧国际组织的这个渗透、这个情况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哇，真正写甲真重啊，讲中国和美国甲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系，这个敌对的这个态度吼，真正是对立。甲新的这个关度啦吼，批评这个习近平这路线，真正是起冲突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吼，即阵咱嘛 AIT 的这个处长改做是准大赛啦吼，这个嘛是一种建议甲提议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真正是新的这个对立这个态势甲新的这个关度，尤其咱嘛讲到吼，中国吼最近这个战狼外交，真正是有影见效，敢讲因的这个外交人员拢是这款水准啦吼。咱嘛讲到不甲中国吼，甲澳洲即阵关系真正有影紧张啦吼。安怎讲咧？因为这个赵立坚吼，就是因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吼，伫咧 Twitter 面顶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就引起着风波啊！然后咱看到吼，是一个澳洲军人吼，摕刀啊，吼架伫咧这个 Afghan 这个儿童的这个阿妈棍面顶吼，这张假相片啊，咱嘛看到讲澳洲吼，无论是调野政治人物，拢骂中国官方这个动作啦吼，认为这款澳部的这个大文会互人看无点。咱嘛看到讲澳洲媒体啦吼，这阵嘛吼用偷版的这个方式来看出着绿树天安门事件。咱看到这台战车吼，大家拢真正有印象吼。啊，大文的这个方式吼嘛，同款吼。考试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嘛看讲中共战狼外交即阵是直直战吼，拍澳洲啦吼，真正是有影讲是台阶架高，但是咱看到讲全球这个民主的这个人民安怎来拍这张抗中牌？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这部电视来邀请三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甲企业学系副教授王思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安，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副教授江雅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是啦，咱讲到吼，咱听到这个 AIT 这个处长吼，过去吼，这个咱讲任命这个方式吼，即阵要来改做是美国总统来提名啦吼。咱讲吼，真正台美关系即阵是 ING， 但是咱嘛讲吼，美国政府伫咧交接这个期间吼，先有这个部分有人咧推咱讲推测出来、提议出来，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吼？咱嘛做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美国国会美中经济甲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这份交予国会587页报告内底，用美中战略竞争、中方政经军能力的推广做主题，其中嘛包括台港问题，也那台湾的部分都有61页。报告一开始就讲，2020年是两岸关系关键年。中国伫香港强杀国安法，扩大台海军事行动，证明中国干那为着政治目标，无顾原本的承诺。华府应该赶紧讨论，是毋是爱改变长期对台政策，甲中共犯台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可能冲击。伫外交领域顶面，报告当中呼吁改变 AIT 处长原本由国务卿任命，免经过参议院同意的做法，建议由国会立法改由总统提名，并且爱互参议院表决。因为美国宪法规定，驻外大使人选是由总统决定了后，爱阁经过参议院确认，等于是甲 AIT 处长升做准大使。报告中嘛提到讲，台湾解除美国鸦片进口限制，Trump 政府宣布甲台湾启动经济商业对话，扩大美台全球合作甲训练架构等等的措施，拢表示美台关系伫经济方面已经有转变。报告嘛建议修改3月才就路的台北法，帮助台湾稳定邦交国，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无够，更加要求行政部门伫每一个美国是会员的国际组织内底，全力反制中国任何想要解决台湾地位问题的扭曲行为。记者综合报道。
咱头讲到吼，这个 USCC 啦吼，这个发布的这个年度报告内底啦吼，就讲吼，这个新的这个关度，就是讲对立的这个冲突。另外嘛是讲吼，真正咱伫咧区域平衡也好吼，台美关系也好，也是讲香港、台湾真正这个关系，若是甲牵起来，真正要注意到中共伫遮咧扮演什么款的这个角色，安怎来去渗透，安怎来去影响规个这个区域这个平衡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 USCC 这份报告内底啦吼，咱看到这个副主席嘛讲到啥，伊讲吼，一直以来吼，拢真烦恼中，咱讲到台湾的时阵，总是用到啥美中的关系来去出发啦，来去看吼。但是台湾人吼，伫咧遮一直做甲真杰出啦吼，所以克服真侪种的这个障碍伫咧吼。所以美国遮吼，这份报告嘛，有甲咱肯定啦吼。啊，首先，过来先请教咱的这个王教授啦吼。咱头拄有讲到，这个 AIT 吼改做是这美国总统提名吼，到底对台湾有啥物台美关系更较提升的所在无？其实就是讲，咱对以前来看吼，就知影讲美国这个 AIT 伫台湾，伊事实上扮演的本来就是一个大使馆的一个角色吼。伊的所有业务甲伊的迄个人员的迄个运作，基本上都是一个准大使馆，只是讲伊的名毋是叫做大使馆。但是今仔日若有一个这个算这个 AIT 的处长的这个地位的提升吼，当然伫意义上，尤其伫政治意义上哦，迄是相当重要的啦。是。虽然咱已经知影讲现主时的运作的一个状况，就是讲所有即寡 AIT 的人员，拢是对美国国务院就直接派过来，伊唔免去转做迄个民间的身份，再派来遮。虽然咱看讲 AIT 看起来是一个民间的机构，但是内底的所有的人拢是美国的官员。这个 AIT 的处长。当然，讲伊即卖的身份是较特别，伊爱去转做民间了，伊本来是外交官，爱转做民间的身份了，变做咱遮的处长。所以今仔日若是这个法案会过的时阵，甲 AIT 的处长变做一个是准官员的身份哦，就甲以前因爱去官员身份转做民间的这个职务唔免啦，哦，就直接你也是直接官员派过来时阵，迄就表示讲美国其实就已经袂使讲官方承认嘛，但是讲美国伊就是本来就甲你看做是一个正式国家甲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这个交往的吼，所以这个政治上的意义是真重大。OK。有影啦吼，所以咱嘛就讲，这个准外交关系吼，真正来当拍起来吼，嘛是一个咱讲台美关系另外一层的这突破吼。但是咱讲吼，咱的这个歹处边一直无互咱这个好面相来看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美国其实嘛看到这件代志，咱头头嘛讲到吼，这个对立已经是来到新的这个关度了嘛。批评讲这个习近平这路线吼，引发到真侪冲突吼。继续咱个先请教这个江教授啦吼。咱头头嘛讲到中共的这个战狼外交啦吼，唔拿对台湾吼，佮对这个其他的这个所在，咱等下来看。但是针对台湾这部分，咱有啥物观察的点无？其实咱会使摕最近中国甲澳洲之间的关系，咱来看起来哦。因为澳洲会使讲，除了台湾以外，伊对中国的野心，对中国要改变国家秩序的这种想法哦，伊的警觉性。哦，除了台湾以外，伊的警觉性甲伊的做法，算讲是全世界内底哦，算讲是做领先的国家。咱会使看到讲，为2017年呢，澳洲的政府伊的国家安全的单位，伊就提出一份报告，伊观察到中国的有钱人一直透过政治现金的方式来影响当地政治。是啊，2018年呢，澳洲的政府伊嘛是世界第一个国家，伊提出讲，伊要禁止中国的公司华为去卖伊的资讯的设备。哦，那到今年呢，伊个开始要调查讲，这武汉 COVID-19 伊的病毒的传播，吼，伊的来源是为中国来的。所以这几件代志，咱拢会使看到讲，澳洲伊是对中国威胁。警觉性足悬的，所以嘛是安尼，所以中国嘛在对澳洲感觉 keep 不 put。是啦。所以我看到讲，最近澳洲甲中国的贸易战内底，中国对做些澳洲的货品吼，红酒啦、牛肉啦，伊的税金拢提高足悬的，嘿，嘛是一种想法。扣真重的这个税金吼，来这个抬价架构吼，其实这个抬价架构，咱讲吼，等下可能讲到这个德国也好啦，加拿大也好，拢是因抬价架构的对象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江教授讲的啥，就是讲吼，咱自只歹厝边，咱是徛伫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对面，但是伫咧太平洋的另外一端吼，但西洋遮吼，嘛看到一个国家吼，真正看到讲哇，过去贸易依存度遮尔悬，啊，即阵吼，真正开始吼，嘛是爱对这个中国吼开始有一寡封
比心嘛哈，所以咱等下讲到哦，是安那个会引发到吼，真正伫咧外交人员，也是讲媒体家吼报道这部分，但是咱个等下看到讲吼，这个 USCC 这份报告内底啦吼，头拄咱讲到这个 AIT， 咱嘛讲到吼这个 USCC 内底，其实伊这个专名吼是讲美国甲中国吼经济甲安全审查委员会吼，伫咧这个委员会内底嘛是也写着美国甲中国这个问题，咱台湾也是放伫咧这个部分，但是因已经看到讲这个冲突，这个路线，中共尤其吼无法度搁去回过头讲我证明伊会当来加入这个民主联盟这块啊，尤其咱嘛讲到交接政权这个部分吼，咱先来请教蔡教授啦吼。其实咱讲交接政权的时阵，中共吼都有法度直接起骹动手吼。你安怎看到讲吼，伊直接吼可能被看过，咱讲吼拜登要起来，川普要落任进程，以这个时间差内底，中共要去发挥什么影响力无？我感觉中共最近对澳洲安尼做法是作戆的啦。作戆的。啥物是作戆的呢？因为大家会烦恼讲，拜登起来你以后吼，是毋是会甲川普进前用的遐较悬的关税吼，拢甲撤销？但是对于拜登最近的讲话来看，伊是暂时袂随甲撤销。OK。伫即个情形下，人本来是讲，甲来讲看会当参中国吼，甲恢复较早讲，大家交往看卖啊，吼，我税金莫甲你起啊悬，互你一个机会。但是看你即马对澳洲的即个政策怎安尼大力甲忽略，无来无是你也对于迄红酒起了遐悬的关税，到底迄理由是啥？当然是中国讲了准算吼。但是你安尼做法已经引起足个国家的不满。重点就是甲再一次的证明吼，印度讲了无毋对，印度无入去RCEP嘛。印度讲中国是啥？伊是经济入侵者。伊就是透过经济要去侵略你的内底的一寡市场，所以你看到中国安尼的做法，伊正对澳洲有够济迄政策，比如讲要限制你的观光客，我会互我的观光客去你澳洲遐佚佗，就那像咧对着咱台湾过去的手路相共，迄手路规拢相共，所以你会当知影讲，伊咧参你好，其实拢有另外的目的的，迄目的是伫你无法度甲继续听伊的话，无法度甲继续参与往来时阵，伊就甲伊的真正身份展现出来啊。所以伊安尼做，我讲会作戆的就是讲，拜登伊若要甲放较松的时阵，美国的人民，也是美国的即个国会，敢会拢大家目睭拢无法度看到讲中国最近对着澳洲是安尼的手段，所以安尼对伊来讲，其实是有够大的即个伤害的。所以我感觉即件中国安尼做的话，对着即个美国政府，我感觉会较有美国政府吼，新的政府起来吼，会较坚强的对待中国，会较用凡是较强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所以我感觉这是中国爱愈势利的。是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拜登讲吼，一上任无要取消啥，无要取消对中共吼、中共啥物这个关税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美中贸易战虽然吼即阵吼较放较宽，但是咱看到新的这个政府，拜登政府若起来，伊无法度吼随甲伊取消吼遐尼重的这个关税吼。但是咱头拄嘛一直讲到的，中国甲这个澳洲之间吼，这个贸易战嘛开始咧拍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引发到另外一个战火，就是外交顶的这个战火啦吼。咱嘛有做一个报道，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就是这张图引发中俄外交战，倒来一个澳洲军人手提墨灰刀啊，挂伫抱养仔囝的阿富汗查甫囡仔的阿嬷棍顶头，背景当中的澳洲国旗搭伫查甫囡仔的头壳甲身躯，下骹用英文写“免惊，阮替恁带来和平”。这是中国一个插画作家的创作，用来敲洗澳洲军队伫阿富汗犯下屠杀老百姓的战争罪行。事实上，澳洲国防军11月嘛才公布一份进行4档的重大报告，对2009年到2013年，澳洲空勤特种部队至少19名队员捌伫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涉嫌杀害老百姓，农民甲战争中被掠的人至少39人，目前已经有13人被解职。None of the alleged unlawful killings were described as being in the heat of battle. None were alleged to have occurred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intent of the perpetrator was unclear, confused, or mistaken. This shameful record includes alleged instances in which new patrol members
were coerced to shoot a prison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soldier's first kill. 但是，这张图经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伫 Twitter 转发了后，也是引起袂少的议论。Australia is seeking an apology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is outrageous post. We are also seeking its removal immediately. 布里格面对记者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4两半曾经。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做的是深刻反思，并将凶手绳之以法，向阿富汗人民做出正式的道歉，并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永远不再犯这种可怕的罪行。到底这张图敢算为做中俄双方拢有认输？但是会当确定的是，这件代志对最近紧张的中俄关系来讲是遐差天花倒。因为自澳洲要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了后，中国就对澳洲进行小连续的贸易制裁。上新措施是对澳洲进口葡萄酒征收上悬212.1%的关税。赵立坚嘛无咧暗砍中国对澳洲的不满。澳方国内一些人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这才导致了中澳关系急剧下滑，并陷入今天的困难局面。赵立坚的战狼外交，即届会引起偌大的风波，国际外交界拢咧看。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讲吼，中国甲这个澳洲吼，这个贸易战的这部分吼，其实毋是这个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吼。啊，其实吼，咱讲吼，最近的浮上台面嘛，是因为这2张图啦吼。咱头拄已经消怪过啊吼。啊，其实这个赵立坚吼，伫伊这个 Twitter 头顶吼，伊讲吼 ，shocked by murder of Afghan civilians and prisoners by Australian soldiers 啦吼。啊，这张图就配伫遮吼。另外，咱看到这个澳洲每日电视这个报头版吼，安怎讲哈？讲到历史天然门吼，这个战车甲人这张图啦吼，伊嘛是共款用这个写法吼 ，shocked by the murder of Chinese government 啦吼，啊，另外嘛是讲吼，真正爱对因来做一寡这个追究的这个责任的这个部分吼。首先，咱个请教教授啦吼，他拄咱嘛讲到吼，这2张图啊，其实是一个咱讲吼一个插曲尔啦吼，毋是真正这个主题曲啦吼。尤其咱讲吼，过去贸易战就战甲遐尔兴，但是为什么这2张图吼，会互这个 Morrison 吼，这个澳洲的总理嘛，规个火倒起来，你安怎看？我看今仔日这个上重要，就是讲，中国迄边外交部特别用一个扭曲的、这个无正确的这个图，来要拍歹这个澳洲的这个名声啦吼。啊，老实讲，这件代志其实事实就是事实，啊，毋是事实，伊就毋是事实嘛。啊，今仔日要舞到安尼遮尔歹看，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嘛看出来，讲中国外交部其实真正要对这个破坏迄个澳洲这边的这个关系哦，伊开始咧做准备。我就是已经要甲你迄个算一个要舞一个输赢啦。OK。吼，啊，要输赢进程总是爱有一个先爱有一个这个头前爱小演一个嘛吼，所以开始演即出了后，再有后壁的迄个过来迄个继续落迄寡戏会走出来嘛吼，所以今仔日看这个图，就看会出来讲未来迄个两边的关系是愈来愈歹的一个开始啦。OK， 愈来愈歹的一个开始啦，尤其咱嘛讲到吼。真正要清算，其实吼中共拢暗算吼真好势啦吼，所以伊先拍这张图出来吼，啊尾手引发到咱讲澳洲媒体也好，澳洲这个国内这个条约人物吼，政治人物，因的这个起源度也好啦吼，其实因的这个牌吼，真正暗算好出来吼，但是嘛有人咧分析讲吼，哇，这个牌安尼一出来，美中贸易战都还未拍煞，咱即阵阁有中国甲澳洲这个贸易战吼，啊若是安尼战，其实吼对中国的这个省长无遐尔影响遐大吼，尤其咱。讲澳洲依存度吼，对中国依赖性也较大啦吼。先过来请教咱的这个江教授吼，你安怎看讲吼，到底是谁会拍输，谁会拍赢？尤其咱讲吼，这个吼 GDP 可能是咱讲这个澳洲会落来拍啦吼，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可能可能0.1%吼，甲这个1%这个等下安尼尔啦吼，你安怎看咧？咱其实也在发现讲，过去几冬哦，全世界重要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即马拢开始改变。啊，比如讲美国来讲，伊较早是想讲，咱应该爱甲中国来做生意，咱应该爱甲中国交朋友，所以咱安尼才会使改变中国的政府，互伊变成较民主。但是20-30年过去，中国无改变啊，伊也是无民主，政治还是独裁。所以讲即马咧，世界重要的国家，伊
感觉到讲，我即马对中国的方式应该要有一寡改变。譬如讲澳洲的伊的改变，就是伊2018年的时阵，伊的国会就提出讲反外国干预的立法。这拢是针对中国的立法。是。因为伊发现讲，足侪中国有钱人，伊透过这政治现金的方式来影响到澳洲的政治。包括讲，足侪中国人呢，伊透过科技去偷取这科技的秘密，是用商业间谍的方式，去偷取澳洲的科技甲商业的机密。这拢是对澳洲的国家安全，拢是一种破坏。是。所以伊2018年的时阵，伊就提出这2项重要的法案，是针对中国。咱头拄仔佫讲到讲，澳洲伊其实是为2017年开始到2020年呢，伊即嘛针对讲中国的武汉肺炎的这病毒，是安怎会造成这全世界的传播？这件代志伊开始咧调查。所以伊即嘛逐项代志拢互中国感觉讲足头疼的。OK。所以伊即嘛才选择澳洲来。大力咧，甲伊讲落去，大力甲讲落去吼，抬价架高啦吼，尤其吼，你若是对我中共遐尔无友善吼，我就先甲你抬落去，就是这个意思啦吼。但是咱头拄仔这个江教授嘛有讲到吼，即个澳洲对中国的措施，咱佫一个来检验一下吼，就是头拄仔以前来讲呢，就是反外国这个干预法吼，要求对其他国家服务的这个人士都要申报啦。咱昨嘛有讲到吼，这亲像代理人法安尼这个部分吼，就是爱大幅度的吼。加重吼，对于这个间谍的这个刑罚吼，另外嘛要接落就讲吼，这个中国资金吼对澳洲政坛的这个影响啦吼，另外就是有人认为讲吼，这个法会当通过这个原因啦吼，这是头一个澳洲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另外，咱们看到讲，这个2018年8月时阵，用到安全的这个因素，头拄仔这个教授嘛讲到，禁止华为吼和中兴通讯这2间公司吼来建设澳洲电视网络设备啦吼。所以另外咱嘛看到讲，另外伫咧今年5月时阵。澳洲也好，英国好，加拿大好啦，共同发表声明，然后讲港区国安法吼明显破坏一国两制甲高度自治的这个原则，伫咧人权头顶吼，伫咧价值上吼，都甲吼这个中国有一寡这个政策，所以中共嘛呢气噗噗吼看袂落去啦吼。6月时阵，澳洲政府佮呼吁国际哦，应该就是要对咱头拄嘛讲到武汉肺炎疫情展开啥独立的这个调查，结果中共一定气甲。另外，澳洲总理就表示讲哦，这个呼吁，敢若想要了解发生什么代志啦吼，所以咱讲目的是要互这款代志莫阁发生。另外，就是讲澳洲伫咧智库吼公布研究啦吼，伫中国伫咧新疆也是讲吼设立超过380个这个拘留中心啦吼，比过去按算的这个数目也阁加真济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这是澳洲吼伫咧上这个想法头顶吼，对中国这个价值观已经有侦查，所以有小连续这个措施啦吼，继续咱阁请教这个教授啦，头拄我问到讲吼，这个咱有人讲对澳洲的影响，其实吼，若是贸易战安尼拍去，澳洲真正的这个升等较济，你安怎看？其实我感觉大家若有注意到澳洲这个国家的话，澳洲参纽西兰会当讲是大家做伙的啦。OK。你会当讲看到伊较早最近咱上新的，就是咱伫节目内底嘛有讲过，叫做 RCEP。吼，因两个拢是会员国。是。爱伫早期的这个 CPTPP， 伊嘛是会员国。所以我要讲的是讲，澳洲已经是一个经济足开放的国家。OK， 伊会当互足侪国家的物件卖入，伊嘛会当甲伊的物件卖去有够一个国家去。是。所以你讲伫这场贸易战内底，中国特别要来处罚澳洲的这个红酒，还是其他的这个物件的话，咱会当先问一个问题。OK， 大家若开始讲，中国无爱买澳洲的红酒，中国的人伊若除非伊无爱啉红酒。伊嘛要啉红酒，伊可能要买其他国家，所以其他国家的这个红酒的价格就去买起来。所以澳洲红酒的价格，参其他国家比起来，伊若卖去中国以外的这有咧啉红酒的国家，伊可能价格反正较好。这需求是本来就低的啊。所以你要讲你要透过当然你摕红酒去共处罚，迄有够奇怪的代志啦。因为中国本身无生产红酒，伊的理由是讲澳洲卖去中国的这个红酒的价格比澳洲伫家己国内买的价格较低，所以伊讲你有伫我遐拼俗仔货。但是澳洲伊若去中国拼俗仔货的话，伊要参啥拼？绝对毋是参中国的红酒拼嘛，一定是参其他的国家。是，所以若澳洲有去拼俗仔货的话，其他国家有做伙咧拼俗仔货无？你嘛要去调查看嘛。所以我讲这是
完全是政治的决定啦吼，伊唔是真正是一个经济决定。是，所以讲主持人讲伊安尼做落了，会造成讲送是赢还是输？我感觉澳洲是绝对袂输的啦。因为你中国你一开始的理由就唔对啊嘛，澳洲会去对你中国讲会有一寡管制，主要原因是啥？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问题，这唔是干咱澳洲安尼想尔，是包含着美国、英国这些足大的国家。大家拢是安尼想，讲你中国会去人投资了，所以你的设备我得要有做一寡管制。但是中国即马去对人澳洲讲人的红酒咧变小啊货，啊你去看其他国家有咧讲澳洲的红酒咧变小啊货无？那无的话，敢若你咧讲人变小啊货，啊你毋是咧甲人徛空，无你是咧做啥物代志？所以那安尼的话，就是讲大家会看到讲哦，中国完全是安尼的，拄则。主持人有讲到讲啊，这战狼外交啦。我嘛若要讲咱伫台语台内底，大家较听啊，这罗马外交啦。罗马是要哪做外交啦？罗马是我都去参上做外交。你若是一个正常人，你敢有可能去参安尼国家做外交？所以中国安尼做了，只是证明一件代志，伊真正是罗马。真正是罗马。伊真正是无理咧处闹。伊毋是用经济的思考来思考，伊想要讲。提出这个经济制裁。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过去吼，亲像这个一带一路也好啦，还是讲吼，这个欧洲过去吼，这个汽车来销到这个中国吼，还是讲这个澳洲其实他嘛有一寡吼较必要性的这个原物料这个物件吼，爱销去中国啦吼。其实这拢是依存度真悬，咱头嘛讲到30%、3成还是1/3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等下搁请教这个王教授吼，伫咧进前，咱先搁来看讲中国对这个制裁澳洲的这个政策啦吼。咱头拄嘛讲到，伫咧5月时阵有禁止4间牛肉这出口商出口牛肉来到中国啦吼，防禁止的这4间吼，占澳洲对中国这个肉品吼，差不多总额有35%啦吼，对澳洲吼这个麦吼，差不多征收80.5%的这个税。另外6月时阵吼，发出通告，要求民众吼，卖伫咧是讲吼，爱定真选择。去澳洲旅游也是学习啦吼，另外嘛讲到澳洲因为武汉肺炎对这个亚洲人吼，其实吼真正暴力的行为是较增加。另外，咱看到11月吼，真正是真关键的一个月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暂停进口澳洲的这个木材也好啦，麦也好啦吼，对澳洲出口的这个活零下啦吼，也是讲严重吼通关检查吼，或者这个零下吼，真正拢死了。另外吼，阻止也是限制讲澳洲进口这个煤炭啦吼，也是讲牛肉这个商品。咱头拄嘛讲到。伫咧红酒吼，克差不多212%啦吼。咱搁请教王教授啦吼，头拄咱嘛讲到3成遮尔济，咱头拄嘛讲到吼，咧禁止的可能影响比例吼，可能嘛无遐尔这个大啦吼。有人讲这个60亿的这个美金尔，但是对中国也好，对澳洲也好，澳洲应该会上较淡薄。其实无毋对啦，就是讲即届你看到这个中国吼禁止这个澳洲的这个商品吼出口到迄个中国。其实对迄个规个两边的经济来讲，当然是澳洲这个着伤较重。但是内底有一个足趣味的，就是讲今仔日咱看伊这个禁止的项目内底，大部分拢是农产品。农产品其实这个额本来都金额本来都毋是足大的这个金额，因为上大对这个澳洲出口到中国上大是这个铁矿啦吼。这个是物料爱销去中国，互因做其他的这个部分。对，尤其你即马有这个足侪基础建设吼，一带一路等等在做出来了后，其实因是需要这个澳洲的这个原物料，但是农产品这部分哦，这点就是一个足趣味的一个所在。其实第一个是讲伊的量金额无大，第二个伊的量哦，到底要测到什么程度？其实我是一个大的疑问啦。咱大家搁回想一下，今年的热天的时阵，年中中国其实有淹大水。淹大水了后，因就有一个足大的这个消息，就讲中国今年要创啥？欠粮食今年欠粮食，结果你今年欠粮食，你今仔日咧做的是讲澳洲即寡迄个农产品要入来的时阵，我甲你迄个冻，要甲你迄个扣税，这个毋是足奇怪一件代志。今仔日我内底已经无够食，结果讲外口要入来，我搁互你愈贵，互恁大家买袂起。所以其实我感觉因今仔日迄个中国政府咧做这个外交，尤其咧对付要讲这个澳洲的时阵，伊咧做法是一个足矛盾的啦，矛盾伊国内底的迄个需要，伊无去想讲即寡空伊要安怎补，因为今仔日即个麦啊等等吼，因为伊是南半球，你敢有法度对迄个其他的南半球国家，像讲对巴西啊，对其他国家吼，补即寡物件入来，但是若是无的时阵，其实你会造成你家己个国内社会愈大的即个粮食即压力嘛吼。其实咱就对差不多知影讲2010年的时阵开始吼。
中国对因的迄个粮食的安全哦 ，food security 哦，都有一个全球性的计划，因去甲世界各国哦去买足侪农地。所以今仔日去拍这个澳洲的农产品，其实嘛一部分是去拍到你中国家己的利益啊。哦，所以这盘棋到底是因安怎行的？老实讲，我看甲当哦，我小可也小可无啥啦。中国敢掉路吗？但是就是讲，这个澳洲，第一时间伊会受到一寡压力。第一时间会受到压力。因为这农民来讲，今仔日这寡货吼，我卖出去，无法度销去中国，都是因为你害的。OK。吼，但是实际上到底是我害到的是？澳洲的农民，也是中国的迄寡利益者伫澳洲本来的投资，是吼。尤其我要佫讲一点，讲到红酒，头拄讲到红酒吼，大家拢最近拢咧讨论红酒吼，世界各国拢爱去支持澳洲的红酒。当然年底要到吼，足侪这个活动啦吼，足侪买个啊，美国吼嘛要讲要支持因啦吼。对，啊，这当然大家咱来支持澳洲红酒，表示讲咱对即寡民主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啊，互伊一寡温暖，这个真好啦。但是我要讲一个实际的数字，就是讲对法国吼，今仔日迄个做的调查就讲，去年因对迄个法国酒甲出口甲中国的这个量是袂歹，但是今年吼连伊都落一半落来。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因为肺炎的关系，中国经济无好，大家消费袂起，所以今仔日若看法国的酒伫中国卖了无好，澳洲的酒本来嘛会卖了无好啦。OK。所所以不管你有加扣税，无加扣税，本来就会卖了无好。哦。这是一个大原因啦。咱若是安尼看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其实迄个中国咧做即寡迄个手落落的时阵，到底伊咧想啥物？唔是真正讲我这个会使甲你挡偌济，因为我本来就买袂济。OK， 吼，所以咱对遮看的时候，你有发现吼，其实中有一寡足趣味的迄个美甲搞这个代志，当去观察。咱会使去思考。是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到底是伤着啥，也真歹讲吼。第一期可能是澳洲真正这个伤较济啦吼，但是咱长期来看吼，无一定咧全球联名啦，佫会佫徛起来吼，做回来反中抗中吼，其实嘛是真袂歹一张牌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因为这个红酒咱头拄讲到212%啦吼，你卖一罐会了2罐啦吼，所以这要扣遐重的这个税，其实嘛真侪人咧思考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倒不如吼，遮的这个货吼，咱去其他国外卖，因这个中国这个卖这个技术较无好嘛吼，所以卖去甲其他的这个国家也好啦吼。有亲像这个 Norway 吼，有亲像伫咧这个United Kingdom 吼，伫咧英国、伫日本的吼，拢做伙吼，有19个这个国家吼，200名的这个议员，就是对中政策。这个下国议会这个联名啊，所以咱看到吼，大家拢摕到这个红酒罐啊吼，也是讲白酒，也是讲像这个日本啉sake啦吼，这个部分啊吼，这个部分就是来支持咱看到这个这回吼，澳洲去互人扣遐尔重税这个部分啊，咱嘛有做一寡这个整理吼，但是嘛要提醒大家吼，观众朋友即马莫啉酒啦吼，咱继续先来请教这个江教授啦吼，头拄咱嘛讲到吼，这个贸易这个依存度有影真悬吼，对中国来讲。对澳洲来讲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原物料这部分，其实若是拆项落去看吼，其实咱讲的这个原物料这部分，中共嘛唔敢来扣遐尔重的税吼，因为因内部有需求。其实嘛讲到当咱台湾吼，其实咱台湾的依存度，这贸易依存度差不多，甲中国嘛是差不多30%遐尔济啦吼。但是咱透过啥？咱透过亲像这台积电也好啦吼，还是其他这个。晶圆的这个部分吼，会当有咱家己的这个实力，但是澳洲过去这个20冬来吼，因过去的这个总理嘛是伤过头轻重，到尾啊吼，和这个依存度遮尔啊悬吼，所以伊会当伫咱台湾吼，澳洲伫咱台湾看到什么启示无？我其实吼，头拄仔王教授有提到几个案例吼，咱会使看到讲国际关系这件代志。你若要看澳洲甲中国的关系，其实拢会影响到边啊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讲红酒这件代志，澳洲的红酒你就会想到法国红酒，你想到澳洲的牛肉，嘛会想到美国牛肉这件代志。所以用台语台的观众朋友的话来讲，是毋是拍到你就爱看后边的主人？你拍澳洲，你爱看伊甲谁？徛做伙，所以伊甲上徛做伙，他都讲了讲，澳洲伊过去5冬，伊做足侪代志，互中国安 keep up。其中一件代志，就是伊2018年，伊第一个国家公开禁止中国的公司华为来参与伊基础的网络建设。所以伊第一个国家，伊这个态度甲倒一个国家共款，甲美国共款啊。美国嘛是一直咧呼吁伊的5眼联盟内底的国家，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卖用华为产品啊。
英国是到今年中的时阵，伊决定讲卖互华为来参与伊的5G 的设备内底。所以澳洲头一个徛出来讲即件代志，伊是甲美国徛做伙啊。所以即马拍澳洲美国会安怎反应？佮其他甲澳洲徛做伙的国家会安怎反应？我想讲，这应该是中国伊爱好好想清楚的。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吼，真济国际关系头顶吼，你嘛是要拍相，都要看这个主人是啥吼，这是江教授互咱的这个启示甲建议啦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吼，其实咱头拄有一直讲到吼，美国关系啦吼，真正咱讲过去澳洲伫咧这个 Trump 任内吼，可能甲台湾要相共吼，就是咱讲吼，这个看到这个 Trump 对中国的这个手吼，遐尔大了甲伸落去啊，甲削落去啦吼。其实澳洲的人也是讲吼，这个反中抗中这场牌嘛是直直拍、直直扛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拜登也是起来吼，安怎有影响咱过去嘛有真济讨论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伫咧吼美中贸易吼，过去咱嘛讲到。伊伫这个拜登吼，伫咧中国有做真济这个生意吼，所以有人讲哇，伊过去就是这亲中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有讲到，就是讲伊上任了后袂这个随这个取消对中国这个关税啦吼，而且咧美国佫会组织一个全球民主的这个高峰会啦吼，要建立啥国际共同合作这个方向来对抗中国这个扩张侵害人权的议题。过去咱嘛有讨论过吼，就是讲可能这个 Trump 若是连任，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可能会较松一个吼。但是这个拜登一起来，因为价值上的这个物件吼，甲过去咱讲吼，真正伫咧贸易也是用钱买的这个部分，可能较无遐尔会当比啦吼。所以拜登你安怎看？咱头拄嘛讲到吼，对人权这个议题会加深讲这个贸易战会搁较深吼，还是讲搁较松一个无？我感觉就那像我拄则讲的讲。这个贸易战，我感觉是伫短暂的时间内底是无可能去放松的啦。OK。无可能放松的原因是啥物呢？大家唔通袂记得，就是讲，伫这个川普咧做总统的时阵，伊就提出一个也做经济繁荣的这个网络。是。伊有甲日本、甲越南，甚至是这个澳洲，到有未来的这个印度，到有咱台湾，就是讲大家我都甲揪做伙无？是。会当揪一条参中国无共的供应链，对无？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大家若看到中国会甲过去你参与拄则咱主持人讲着讲贸易即个依存度真悬的物件，甲你摕来当作临质来甲你威胁。请问咱未来遮个国家敢也甲参即个中国继续安尼往来？我感觉大家会足保守的，大家会足保留的，会甲进一步去想法嘛？讲我感觉甲继续参与安尼往来，对无？所以若即条我感觉若。所以我拄则讲，中国会遐无巧，就是讲拜登当要起来尔，大家还搁咧怀疑讲，伊到底会甲放松袂？对中国会较放较松袂？结果你安尼甲澳洲忽略，拜登哪敢？伊一定会感觉讲，澳洲遮尔挺美国，你哪会当讲无挺一个澳洲咧？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感觉中国安尼做的话，会威胁到吼，伊未来伫咱伫节目内底嘛捌讲过讲。第14个5年的计划啦，是伊上大的一个就是外循环参来循环啦。你毋是要走外循环吗？结果你去甲一个已开发的这个国家，一个国民这个所得较悬的国家，你怎啊去找伊做贸易战？你物件到底敢有想要买无？你可能是无想要买啊，可能是无想要参人往来啊，你才会去安尼做嘛。所以你甲这个外循环安尼甲伊挡掉了。其他的这个先进国家，大家人看到话，大家就慢慢啊唔敢参你往来。是，所以你的循环会循环对倒去，大家会讲这个中国对外这个宣传就是讲伊加入这个RCEP。所以你若循环对RCEP的国家去了，RCEP的国家咱平均来讲，除了像澳洲、纽西兰遮以外，足侪国家拢是所得较低、较低这个国家。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的外循环若循环袂起来，你的内循环会恶化去，所以你真正会变成恶性的这个循环。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未来看中国的经济的时阵爱足注意的。若安尼循环落的话，就拄着像拄则王教授讲的，你都无钱啊，你该啉红酒，
啊，你无钱通买红酒，你来对我的澳洲的红酒扣较悬的关税，互你去扣啊，反正恁的人民嘛无要搞我买红酒啊。所以这个恶性循环会继续伫这个中国内部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正咱头拄仔讲的是这个台价架构，到底是要架互啥物人看，啥物国家来看吼？虽然咱讲吼，真正卖甲这个罗马做外交，但是也是有人依存度真悬，亲像欧洲的国家。对啊，其实就是讲，今仔日咱看到讲中国先掠这个澳洲来开刀啦吼，我先抬互其他的国家看讲，恁即个国家若是甲澳洲共款对我的市场唔望的，想要入来我中国市场的，想要入来甲迄个恁的货卖来我中国，安尼恁大家都要乖乖照我的步来，听我的话，吼，像讲其实澳洲上重要的德国，伫迄个汽车工业。Volkswagen 吼，也是讲其他的这工具业等等吼，这对于迄个德国来讲，中国是上大一个市场，除了美国以外，是吼啊，但是即马就是讲，中国用这种方式去对付澳洲，其他的国家敢会乖，就真正安尼听话，若是真正安尼听话了后。啊，毋就拢顺中国意啊，就是拢中国伊来决定一切嘛吼。所以头拄主席嘛有讲着讲，拜登要伫这个伊上任了，先用一个新的这个全球的民主的这个高峰会。但是这个会议到底有法度去取代掉一寡讲现主时中国伫联合国，还是讲一寡国际组织内底，伊的迄个掌控着这个地数，这个权利伊有法度甲改变无？伊若是无的时阵，只是用一个新的这个壳甲围起来，但新的这个壳到底伊有法度扮演什么角色？尤其今仔日。咱拢看到讲，中国去摕联合国即寡国际组织内底，伊上大的目的是啥？伊要做一个迄个中国要做一个全球秩序的这个发言者，制定者。咱嘛知影讲，伊本来讲2025中国制造，2035要中国标准。是。啥物叫中国标准？就是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商品的标准，我中国来定嘛。同款嘛，你今仔日看到这个中国伫所有的这个国际这个组织内底的这个渗透，伊要做的就是同款，伊要做全世界这个中国标准，民主标准嘛是同款，所以这个政治标准就是中国的标准。OK， 好，所以拜登伊今仔日讲伊伫这个上任了后，对于这个贸易部分，伊袂随甲这个关税迄个取消吼，啊嘛袂讲甲过去讲大家想的讲会对中国吼会偌好会偌软吼，这个是我感觉是正常的啦。但是也需要观察，也需要观察，因为到底伊新的迄个组织讲伊新的想法，迄新的空中迄个联盟、迄个连线，到底有法度发挥甲什么款的影响力？其实咱即摆因为也唔知影，是，所以这得大家咱继续观察。有影吼，所以咱讲吼，透过这个中国甲澳洲这回吼，安尼战啊吼，咱讲头拄仔讲的这个台阶架构，第一个可能是欧洲的这个德国也好啦，还是讲其他这个欧洲安怎来去看？但是咱嘛有讲吼，这是台阶架构的一部分，还是讲另外一部分，咱去看讲安怎形成或者咱讲的全球抗中这场联名的牌啦吼，所以嘛是值得咱观察的。咱佫讲倒来，咱甲台湾有相关系啦吼。咱头拄嘛讲着吼，因为 USCC 吼，即个部分吼，国会即个咨询的即个机构吼，有提出着真侪物件吼，互咱会当去看讲中共的即个咱甲中共吼直接咱讲隔一个台湾海峡，但是咱的即个依存度嘛真悬的时阵，尤其咱徛伫即个第一排的时阵，佫抗中的时阵，咱有法度去安怎去做一寡即个安全，还是讲经济即个推广啦吼。所以咱看着讲呼吁即个国会啦吼，强化甲台湾的这个合作，用到立法的这个成果吼，主要咱讲总统提名这个 AIT 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就是讲吼，3月打就落这个台湾友邦国际保护甲这个加强甲倡议法案吼，这是其实甲咱这个外交关系较有关系啦。强度无够，应该过来修法吼，直接要求行政部门伫咧这个所有美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内底，拢爱反制中国吼，亲像安怎试都会当解决着台湾地位这个问题，扭曲这个作为啦吼。继续咱搁请教江教授啦吼，虽然头拄有讲着，伫咧经济上也是讲伫咧安全上吼，中共这张牌吼，台湾吼是接咧看，但是吼对抗这个其他这个部分吼。透过咱头拄嘛用着讲吼，透过台湾的这个 case， 会当互这个民主国家看到啥物无？因为咱头拄一开始的时阵，其实有讲到讲美国哦，伊过去30冬，伊本来是想讲，我要甲中国交朋友，要甲中国做生意，我想要改变中国。但是过去4、5冬，伊开始发现讲，这个做法唔对，所以伊要改变。伊要改变，伊过去的科技
科技战、贸易战内底最强调的一件代志，就是讲中国你要依照即马现代文明甲法度的标准，你要正常来做，安尼我再继续甲你做生意、做朋友。但是拄仔蔡教授嘛有讲啊，即马中国互大家看到的就是伊继续要做一个路麻，伊继续咧甲你耍路麻，啊，所以全世界国家拢会看到讲，倒一个国家是用路麻的手段，啊，倒一个国家是民主、人权、有法治的国家，按这两项比起来，这就是台湾上大的优势，上大的优点。是。民主的这个部分吼，真侪这个国家来去看到吼。过去咱嘛讲到，真侪人学了台湾是这个民主的这个灯塔伫咧吼，啊，国际社会拢有法度安尼看到。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过去吼，咱这个 USCC 这个报告内底吼，讲到台湾的时阵，咱拢用到美国甲中国这个关系的角度来去看，但是台湾人民伫咧真侪所在吼，拢做甲真杰出吼，啊，伫真侪障碍头顶，咱都一一突破吼，所以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是讲，咱伫咧各种吼，无论伫科技也好，还是讲经济也好，拢互人吼看现吼，所以真正咱这个部分，咱阁请教这个蔡教授啦吼，台湾的这个价值会当互其他这个。过去咱拢上搭的，啊，即阵看到这个澳洲红搭吧，咱嘛看到讲蔡总统嘛讲吼，咱来支持这个澳洲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的经验会当互真侪国家也是吼，真侪去互准备要抬价架构这个国家吼一寡启示。我感觉台湾的经验上重要，就是其实过去咱已经120档，大家拢足侪咱重视咱台湾主体性的这个学者也好，咱足侪民间的人，大家拢一定。不断咧呼吁讲，咱爱注意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一直到这个川普上台了后，较真正讲美国会对中国采取这个较严格的贸易的手段，还是科技的手段，较互大家慢慢啊重视讲，哦，原来中国是一个遮恐怖的国家。所以你讲台湾会当提供互其他国家啥物经验的，你会当对这个台湾过去互中国欺负的经验，啥物经验？就是你无爱听我的话，我就讲我的观光客无爱去嘛。你看伊安怎对待对一个国家，就是澳洲嘛。是。你若无爱听话，你若无爱参我好的话，我就无爱我的学生啊去嘛。伊即摆嘛是对澳洲安尼做嘛。所以伊的步数就是讲，过去我咧饲你的，一直不断咧饲你的产业。你的即个产业，不管是咱的观光，咱过去依赖中国的观光客也好，还是讲咱。台湾有一寡产业过去需要一定爱卖互中国这个产业也好，大家拢爱做注意的，就是讲未来中国拢会摕这个产业来开刀。OK， 我感觉这是台湾会当提供互世界各国的一个足重要的经验。就是讲，这个澳洲即马嘛是啊，吼，除了这个学生的问题，除了这个观光客的问题，啊，到像红酒，过去中国人做有钱的，大家就开始进口你的红酒，啊，所以中国嘛会感觉讲，虽然你的需求已经落去啊。啊，但是呢，对于我中国来讲，嘛是应该算的吼，可能较有效的一款手段，我咱提出来处理。所以伫这个部分来讲，我感觉吼，拄则主持人讲到欧洲的国家，我感觉伫咱这个中欧还是东欧这一寡，这个较以农业为主这个国家吼，过去大家嘛是做依赖这个中国的，啊，到伫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沿线的这个国家，吼，这嘛有做一个国家过去嘛拢做依赖中国的，啊，这个国家为的是真正无法度 ，OK， 啊，为的是你有法度，啊，你甲你依赖伊，比如讲德国，你都家己有一寡主体性啊，你想那，你都卖做遐侪车嘛，做遐侪车你嘛是污染嘛，欧洲是一个足重视环境的国家嘛，啊，污染较少嘛是好处啊，所以我感觉对着咱台湾来讲，对着澳洲来讲，互大家世界看到讲，中国会摕专门去。对付其他国家啦吼，到底有啥物物件是你依赖我，我会提出来甲你对付，甲你反制啦吼。对，所以我感觉对着大个国家来讲，咱爱慢慢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是啦吼，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吼，其实唔若讲到这个进出口啦吼，啊，其实真侪过去台商也好，还是讲其他国家这个商人吼，做生意吼来到这个中国也好吼，其实伊嘛是头早亲像蔡教授所讲的，放红利互你啦吼，甲你吸引，甲你升入来，但是买手咧吼，伊就是用吼真正补贴的这个方式吼去补助因这个国家内部的这个国家企业啦吼，所以内底你要安怎甲伊拼？
就是拼袂赢嘛吼，伊用国家的这个政策、国家的补贴要甲你写，咱真正是互写倒来尔啦吼。所以咱讲吼，搁讲倒来吼，就是讲吼，真正这个对无益的这个依赖性、依存度吼，真正爱降低啦吼。但是嘛，毋是一个手就降低，嘛是要有照步来吼。其实咱嘛讲到吼，其实咱讲过去有这个台美合作的这个空间伫咧吼，有这个 GCTF 的这个空间吼 ，Global 这个 Cooperation Training 这个framework 啦吼，这个部分其实这个王教授过来咱补充一下吼，其实咱看到台美之间这个合作吼，嘛是有真济会当合适的这个部分。对，就是讲过去吼，咱拢想讲这个，因为台湾是一个国际这个算孤儿哈，所以拢无法度伫国际空间有一寡发挥的这个机会。是。但是对于2015年，其实年中6月开始，咱台湾甲美国有一个叫 GCTF 这个 framework 吼 ，GCTF 这个算一个平台啦吼，咱伫顶头会使有足侪个国。政府甲政府，还是政府甲民间，还是民间甲民间的一个足侪迄个计划合作吼，比如讲人道的啦、卫生的啦、吼健康的啦、医疗的啦、吼等等的，其实迄合作个项目吼是包山包海，吼啥物拢会使做。即马这个合作已经长期吼，已经已经5档过吼，开始台湾甲美国做出来一寡成绩啊。今年迄个因为这5周年的时阵吼，日本哦伊嘛讲啊，我看恁做了袂歹吼，其实我嘛要做伙做吼，就讲咱大家吼合作吼，团结力量大嘛，吼，所以即马已经有台湾、美国啊，还有日本，过来其实这个GCTF 这个平台啊，内底的朋友内底的成员，其实都会愈团愈侪人。日本入来了后，即马你看到的这个印太上重要的美国、日本，过来澳洲，其实就是一个。可能的对象嘛，吼，所以啊慢慢安尼发展出去、传出去的时阵，咱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讲咱台湾的国际迄个规个国际经验啊，吼，对，愈来愈丰富。是，吼，对台湾规个国际地位啊嘛，一定是有帮助。有影啦吼，透过亲像咱讲台美合作，即个 GCTF 即种叫做计较啦吼，来个会当展开。其实日本嘛有即个实质的合作，啊，其他国家澳洲嘛是啦吼，所以咱讲的吼，透过即回咱讲的中国甲澳洲即个贸易战，其实咱嘛看到讲吼，民主。这个电线是讲，甲过去这个共产的这个电线吼，嘛是搁一概做一个区别啦吼。啊，搁一概，咱搁回过来后看这个事件吼，咱头段嘛讲着吼，亲像咱讲这个假消息这个部分吼，其实嘛毋是即回才出来吼，假消息过去中国就是时常咧用啊吼。但是这个部分嘛是讲这个中国甲澳洲贸易战各方。逼出来，这个一大重点啦吼，所以咱搁讲到这个澳洲的这个总理 Morrison 吼，伊讲中国政府应该为着这个大文吼，感觉真正爱好这个见效啦吼。另外，这就是吼减弱因伫世界眼中的这个地位吼，即阵亲像这个蔡教授讲的，真正是落寞啦吼。法国外交部嘛讲吼，这个大文吼真正侮辱这个20多档这个 Afghan 这个派遣伫遮武装部队的这个国家。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朗吼，伊就讲吼，中国共产党对澳洲上新的这个攻击吼，是用着这个虚假这个信息加黑白外交的这个手段吼。啊，另外就是讲吼，真正中国吼，真正大家是看现啦吼。另外，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吼是徛伫这个中国遮啦吼，伊讲 Australia 伫国际舞台啊，这个信用吼已经完全消失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吼，伊是讲啥？Afghan 的这个人民命吼，嘛是命澳洲政府应该豆豆来去思考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过去吼，这个假消息的这部分，真正澳洲是看真济啦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江教授啦吼，所以规个吼，大家拢咧反省，伫遐这个渗透这个问题、假信息的问题，毋那敢若是无益这个问题啦吼。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影响力无所不在啦吼。安怎咱嘛讲到透过澳洲的经验，嘛互这个全世界吼民主国家有一寡经验伫咧啦吼。继续请教蔡教这个江教授。其实头拄仔主持人有问到讲台湾的经验，伫这民主的定选内底，咱会使提供什么样安怎的经验吼？我是感觉讲伫中国混合政这边，伊毋管是头拄仔蔡教授讲用商业红利的方式，互你依赖伊的商业甲市场，还是头拄仔主持人有提到讲这资讯战的方式。其实这就是毋是用军火，毋是用武器，毋是用战争，伊是用混合战的方式，慢慢一喙一喙把你夹落来。所以这就是台湾过去30档拄到的代志啊。所以台湾的经验，这件代志内底，其实会使提供着
周边的民主的国家一个足好的参考。有影啦吼，过去拢是中国甲咱拆食落包吼，即阵伊嘛要做世界老大，所以吼，伊即个美国过去嘛看到，咱看到即个中国偷偷爬起来，所以甲因拍即个贸易战吼。即阵吼又搁牵涉到其他即个民主国家，澳洲就包含在内吼，其他即个欧洲国家嘛看咧等吼，所以咱看到伊即回即个台阶架构，其实吼，头亲像即个蔡教授所讲的，罗马外交到尾啊。终其尾无人会甲你去做即个外交关系啦吼，但是大家嘛是爱认捌着讲吼，即个时间可能爱拖真久啦吼，对中国的即个依赖性吼，应该嘛是爱豆豆吼来减轻减较少咧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即回中国甲澳洲吼，因为一张图的即个事件，嘛引发着咱讲澳洲媒体也好。澳洲的这个政治人物无分朝野也好啦吼，拢来谴责中共这款的这个作为，这款的作为啦吼，咱拄仔嘛讲到这个战狼外交啦吼，嘛讲到这个江教授所讲的这个混合战的这个部分啦吼，安怎过去咱台湾伫咧台湾伫咧商业也好，还是讲资讯这个也好啦吼，拢是受到中国安尼侵蚀落来吼，所以咱嘛讲台湾的这个经验，其实会当提供到真正全球的这个社会来去看到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这个咱讲头拄仔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吼，其实嘛是提供互这个日本也好，还是讲其他的这个国家也好啦吼，澳洲嘛会当看伫内底啦吼。咱讲咧这个经济，还是讲合作。也是这个训练的这个部分，拢会当透过一寡小连线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来去做一寡扩展。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同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